今日想同大家講下保單逆按。保單逆按係咩呢？我係 Sylvia 汪，只想嚟投低對，安心退休，豐盛有餘。咁其實大家就聽過咩叫年金啦，即係我放低一筆錢，然之後呢，呢一個機構呢就會每一個月呢出糧出翻俾我，咁叫年金。咁但係其實呢，保單逆按呢，即係話其實你就擁有一張保單嘅資產，咁然之後嗰個機構呢就會每一個月呢又會出翻糧俾你。咁基於嚟講咧，錢啦、保單啦、物業咧，其實都一樣係同一道理，係一份資產嚟嘅。咁我哋睇下究竟200萬嘅人壽保額年金可以收到幾多先？咁呢個咧案例咧係以一個呢位人士啦，男性65歲開始，佢擁有一份咧係已經供滿咗嘅200萬人壽保單，咁就拎去做抵押啦。咁and then咧就佢究竟每一個月其實可以收到幾多錢呢？我哋用一個中位數計，到80歲之前呢，其實原來咧佢以一個浮息嘅按揭方法嘅話咧，可以收到大概係4000蚊左右度。但如果一個定息嘅按揭計劃嘅話咧，就會係4400蚊。咁我哋稍後咧再研究下，究竟其實浮息好啲定係定息好啲啦。咁有幾個小問題想同大家分享下啦。基金保單可唔可以做逆按操作嘅呢？咁答案係唔可以嘅。咁保單逆按咧係一個貸款嘅安排嚟嘅，其實所以咧你係利用翻你將一份已經供滿咗嘅分紅壽險保單作為一個抵押品，就向貸款機構咧就提取保單逆按嘅個貸款嘅。咁客戶如果用保單逆按年金年期有啲咩嘅選擇呢？包括咧就係有5年、10年、15年、20年或者係終身嘅。咁可以選擇咧任何一種嘅方法，咁但係咧必須要係事前咧就已經係定性咗噶啦，咁就變咗每一個月咧都會收到一份咧就嘅年金，咁就直至到壽險保單咧到期為止嘅，亦都可以咧申請一筆過嘅貸款嚟到滿足翻大家退休時候現金流嘅需求嘅。如果客戶申請保單逆按，咁嗰份保單嘅新嘅賠付係咪依然有效嘅呢？答案係會嘅。已經抵押咗或者係準備抵押嘅所有壽險保單咧，其實咧都可以作為一個年金嘅安排。咁而新嘅賠償總額咧最高可以1500萬港幣做上限嘅。如果超咗限額咧，要另外再去到研究啦。咁而期間咧個紅利權益咧係依然不變，意思係話你嗰份保單咧該要得到保險公司所派發俾你嘅紅利啦，或者係新嘅賠付咧係依然生效嘅。好，行使保單逆按之後幾耐可以無條件咁退出呢？答案係6個月之內。咁無論任何原因啦，終止呢一個保單逆按貸款係出於其實可能我諗下都係唔想做啦，咁樣都係可以嘅。相關嘅按揭保費當然啦就必須要息押咁將佢退還翻啦，因為譬如6個月之內其實每一個月你都已經收緊相關嘅年金噶啦嘛，咁所以咧其實咧呢一筆錢咧亦都會交翻俾相關嘅機構咧，咁就可以一筆勾銷噶啦。客戶所收到嘅年金超過咗抵押貸款，咁客戶其實需唔需要還款嘅呢？因為意思就係話我所收到嘅每個月嘅年金總和咧，其實比起我份保單嘅額度可能仲要多嘅喎。答案係唔需要嘅，因為咧通過呢一個嘅保單逆按咧，其實就冇限制到借款人佢可以提取嘅貸款額度嘅數目嘅。咁如果個額度超出咗嘅話咧，其實咧個機構咧係會將嗰個餘額咧就還翻俾受益人或者遺產代理人。但如果有差額嘅話咧，因為其實呢筆嘅貸款咧其實已經有咗一個再保險嘅安排，所以咧係會由翻嗰個按證保險公司負責。保單逆按所得到嘅年金額度會唔會有機會增加呢？答案係會嘅。一般情況之下，因應住壽險保單嘅新舊賠付啦，去進行年度嘅審核結果㗎。每個月嘅年金金額咧係會有機會咧喺呢一個期間咧就保持不變，或者隨住年金嘅年期咧而有所增加嘅。我哋不如睇下咧，講其實一份200萬嘅壽險嘅保單咧，佢嗰個保險成本係幾多，而佢嘅效益又係點呢？我哋以一個35歲嘅男士做一個嘅參考。咁如果咧佢年供款係36,630蚊，佢同時當然係會係收到一個200萬嘅壽險嘅保障啦。而供款20年滿期之後咧，佢已經總共投資咗係73萬，
咁而到65歲嘅時候咧，其實佢個戶口結存咧會有165萬，即係意思咧，其實佢過往嗰20年嘅保障，即係個保費啦，其實都已經 break even 回本咗㗎啦。咁我哋睇下緊，其實一份保單咧，其實喺呢一個嘅範疇之下，會有啲乜嘢嘅進帳咧？如果65歲嘅時候，佢嘅申報賠付咧，其實大概300萬。如果當其時係選擇退保嘅話咧，會發還翻160萬。到75歲嘅時候，佢嘅身故賠付係380萬，退保發還會有240萬。或者85歲嘅時候，佢嘅身故賠付咧就會有490萬，或者佢退保發還係360萬。咁我哋會見到咧，如果呢位朋友咧好如常咁樣講，就係65歲嘅時候開始收獲佢嘅年金收入，按住佢嘅身故賠償大概有300萬嘅話咧，其實佢嘅年金大概會有4000蚊一個月。而往後咧，其實因應住佢每一年嘅年度嘅審計啦，會睇翻佢個身故賠償額有冇增加，咁其實嗰個年金咧都有機會調整嘅喎。好啦，魚與熊掌原來係可以兼得嘅。我哋終歸去到做翻個總結。壽命越長，保單嘅價值就會越多。老嚟嘅時候咧，可以退出年金。當然，我哋必須要清還我哋曾經用過嘅款項同埋利息啦。退保可以提走翻保單嘅現金，亦都同時因為嗰個身故賠償咧個額度係會升格噶嘛。咁所以咧變咗咧，其實亦都可以咧將佢嘅年金額度調升啦，又或者留翻低俾受益人享受佢嘅保單嘅傳承功效嘅。今日我同大家分享係咁多啦。